7分，所以呢，咱即马对这个红的这段话，咱先来来读一遍吼。逆时，苏摩地文说是经，苏摩地文说是经，清解而出，清解而出，体为气，体为气，义结福言，义结福言，体有世尊，体有世尊。佛说如是澄清经典，佛说如是澄清经典，我从识得慧眼，我将识来所见慧眼。未曾得闻如是之经，未曾得闻如是之经。到这个时阵，咱看到这道逆时，这个逆时到一个时阵呢，咱人对《金刚经》的第13分要甲读过来。伊安怎讲？苏摩地结福言，当阿耨出经，逆得闻王前。佛陀苏摩地是经名为金刚法界佛密，意是文理理当无前。所以讲，苏摩地不说法界佛密，这位法界佛密是名法界佛密。苏摩地，伊即个苏摩地，为阮如来有所说，苏摩地并不言世尊，如来有所说经。苏摩地为阮3000大千世界中，所为人是因为道行，苏摩地言成道世尊，苏摩地是诸为人，如来所为人是名为人，如来说世界，即为世界是名世界。苏摩地，可以32相得见如来吼，不了世尊，不应32相得见如来。如来说32相即是为相，是名32相。后边迄段话伊讲，苏摩地，若有善准善女人，以行河山所行言布施；若求得人，必闻是经，乃至于所为顶，为他人说，以复成道。讲到这个时阵，到这个时阵，我讲到这段话到这个时阵，这段话叫做逆时，就接后边迄个时阵。到这个逆时，因为这段话是安怎要来念这段话嘅？因为咱一定要了解，因为这段话就讲到啥？咱讲到医报正报，拢是医报。3000大千世界诸位，这咱讲嘅，讲这个医报。第32相，可以32一点出来啊，这叫做正报。那因为佛理金刚经已经头就讲是经名为金刚法界佛密，意是文义，逆当无前。就咱之前咱我已经解说过诚清楚。但是当中呢，伊讲佛陀嘅时候，伊安讲，佛说金刚法界佛密，即个法界佛密是名法界佛密，因为伊是叫咱袂使，伊是文义逆当无前。但是过去叫咱唔通即文义是安怎？即马爱叫咱讲文义。所以伊后边，所以讲，伊就讲3个道理起。佛说法界佛密，即位法界佛密是名法界佛密，因为伊经典的内底对文义会当进入了观察，会当进入了实相，这会当互你互你对影，会当互你对影，会对顺到对感到对水了，会当看到迄个实相法界。所以你若依照这个文义。正观察，你要实相，你要明白心叫做实相法界，因为你无有言名，所以伊对金刚，你这部经典，你若会当三法界道理念了捌，会当会哪明心见第一个解说。第二解说，你既然明心甲见性，伫世界上有两报，一种叫做医报，一种叫做正报。医报就是讲，你3000大千世界所谓美人。美人生世界，世界拍散叫做美人，这个叫做医报。正报就32相，叫做正报。你世界正报甲医报，所有物件无对象比是啥物件？无对象比受持从上出境，乃至于所持顶为他人说，较无位，无迄个比较无位。
时阵，逆时这个时阵，所以咧，因为咱无法先家己先到一段话啦吼，先甲消化一下，无消化可能，若讲数的可能咱会听较艰苦。所以迄个时阵，逆时了后，所以咧已经听到对第一分到了第13分，尤其对第13分不得讲到金风景的分离出来了后，佮讲到政府甲医院，甚至讲到幸好山所的性命，不仅于乃至于受其处境及事故期为其解释的光景啊，所以这个当中，使我哋一定的时阵啊，非常的感动，啊嘛一定了解，然后讲。彼时所有的文学事件，文学就是讲所有的已经听到了第13分的内底这部经典，伊讲的这段话，深解而出，深刻的解说。因为我上过一个讲，这个经典有分情典，有分这情典，有分这言语情深的经典，有分这些物件，这叫做赞数。但是伊当时，佛已经讲到着这个情感基础，这个经典的物件，这个已经，迄个书法的啊，因为感动一个目屎已经流出来，真正我经，这个已经，咱一定要注意，咱伫迄个伫稀有世尊，伫迄个伫第2分内底有咱讲是上对不对？那第14分有咱讲是上的。但是第2分的稀有世尊，你讲的这段话，和这个第14分的稀有世尊讲的这段话绝对无相像，一定相像，但是意思无相像。因为第2分的稀有，第2分的显现天下分的稀有世尊，迄是当时所的已经离迄个第1分发挥应用，迄个时阵已经看到佛的出入方法。迄个时阵，迄个理想发展当中，迄个感受，逆时如是我们一时不在笑声笑口，彼时的波动，伊代表重点请250分。逆时说出实时，着彼时话，入笑的者其实有机声中出的迄个方本处，凡是意思不责而责。这段话内底当中，佛陀讲的话，佛陀拢也讲着。毋过你所谓地主，含佛陀出入方法，包括因为伊过去逆时、佛实时、佛咧食饭，甚至过去三米一半迄过去出入方法内底，佛完全连讲啊一句都拢无。迄人你甲讲的叫做哪？叫做理想，理想发展，叫做理想。咱头过甲讲理想。理想，因为要讲理想发展，因为基本你就是讲发展嘛。但地道人讲叫做真如嘛，叫理想嘛。但地道人讲就是方法。那理想，就是咱平日讲理想是理想，因为伊理想出入方法，什么人看会到？数学题解放题，所以呢，所谓地主导，一定不得伊出入方法。行诸做梦，我去互书法题看着，互书法题贴看着，毋知影讲，显现叫啥？逆时，中国书法题在大项中即将做起，并且有法亦接着咧学正中文字评委员稀有世尊，如来显化诸菩萨，如来显复续诸菩萨，我你要着讲就是讲的，稀有世尊。稀有、稀奇、小有，你这个世尊，甲这段当中稀有世尊，这段话无相像。因为这段话，第1分甲第2分，就是阮第1分讲也袂讲着话了后，伊出入方法，伊就是咧形容这个理想，伊显明的地位，显明因如不动的真如来底人无一息，是我来看了，所以讲稀有世尊。如来显化诸菩萨，如来显复续诸菩萨，如来你所显化的当中，拢总是依照迄个实相的教，迄叫做迄叫做神教。
分得你的心教，分得你的言教，分得你的心教的教法。所以如来显华严诸菩萨，如来显无上诸菩萨。哦，伊的心教，心口意，哦，叫做心教的教。那伊结婚就是因为伊显着这个实相，什么人拍不着，所以叫师傅来拍着。了后，伊的地婚就开始显明结请，就是开始要请问的。因为总是都袂使要讲话嘛。我今日若徛伫遮，阿恁大家无讲话，阿恁都在想我都在想你，来想到久诶，敢有可能？无。所以伫个当中，师傅在哪讲？哦，如来显阿弥陀菩萨，如来显无上诸菩萨。伊讲，世尊，若有显人，做显如理法，阿弥陀罗三宝三菩提心，应如是诸，应如是行菩提心。这两项来分别。后边有人讲，不言如是如是，师傅的如你所说，如来显阿弥陀菩萨，如来显无上诸菩萨。不断师傅在讲啊，师傅在啊，如你拄则讲啊，你搞看着，无对，我今日所显的物件袂显这物件。哦，骗这物件，所以后边哪里讲，你就变成我迷失。有些人是显露理法，阿弥陀罗三宝三菩提心，应如是诸，应如是行菩提心。迄是当时佛陀咧教这个地主的这个物件，就是我拄则讲的，佛陀当时离婚咧讲，师傅咧讲的虚实分完全无相像。所以你今日离第14分，就是因为师傅咧一直去体悟着。佛因为伊真正是一个虚伪小有的一个人，无简单。安尼讲，有时阵佛说如是诚心求证，佛咧讲如是诚心这个求证哦，这个求证偌深我唔知影。哦，你有讲偌深，你讲偌深就偌深嘛。所以我想讲出来，你弄这弄不到水，当中弄不到清。你若弄这弄到水，弄着水泉，弄着水源，安尼叫做诚心已经弄着水，你摕个物件嘛。但是你今日研究经典，你若研究个定义袂对，那安尼你拢是文字。咱逐做安怎甲你讲？诸佛妙义规管文义，咱拢是文义了有功夫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因为你看到你家己。即个观自在菩萨诚心发这心经来看，即个你看唔到，所以难怪咱拢是个文字传。所以来讲，佛说如是诚心经典，我从识得慧眼，这是师父在讲的。我将过去到今年才得这个慧眼，我就慧眼，我就慧眼，我就发觉。我有慧眼，我有天眼，我有马眼，是不是咧？这叫怎眼嘛？我将识得慧眼，这个叫做哪？这个叫做阿罗汉。这个叫做阿罗汉，这个叫做哪？天神。这个叫做人，这个叫做菩萨。说明这个非常好。好，因为佛就是讲法，就是讲这道理嘛。马眼就是讲菩提众生，天眼就是讲天神啊，慧眼就是讲阿罗汉。所以今日就讲佛说如是诚心经典，我将识，我修道修到这样，我得到慧眼，就我今日阿罗汉。伊咧讲慧眼，伊无到法眼面，因为我叫做菩萨。好，所以他讲。将来未闻如是之经，我还没听过就是经典。哦，这是一个小文解义，但是咱何方呢？要把这个小文解义，哦，咱要入来，哦，搁另外一个战术来解说。